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读经文《生命记》可不可以有圣经请没有圣经请举手。《生命记》第5章16节，没有圣经的请举手好吗？生命记5章16节，好，《生命记》5章16节，在找圣经的时候，我来读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再读一次，《生命记》5章16节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是今天的经文。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也就是10诫里面的第几诫？第5诫。我们有说第1诫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我心中只有神，没有别的啊。第2个呢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。第3个呢，不可滥称耶和华的名，你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，不可以做一套说一套，是吧？好。第4个呢，怎样当守安息日？第5呢，要孝敬父母，这个是让我们来得福的。好，传道要加以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父亲节，你看神这么奇妙，就安排我们第5诫就是什么？当孝敬父母。我们父亲节即将到了，我们要来看一个贝诺。贝诺呢，他在4岁的时候，他母亲就病倒，他的爸爸是从事那个做布的。那因为他工作太忙了常常没办法照顾这个孩子，母亲又生病，所以他就把他带到这个乡下的祖父家住，隔代教养。我们这边有隔代教养的，可以请你举手一下吗？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有哈，好，你不是你爸爸妈妈，你有重要他人，好，谢谢放下来。这个贝诺呢，就跟你们一样，是跟现在很多人一样是隔代教养，但是他呢比较可怜一点点，就是因为他祖父本来就反对他儿子的婚姻，他本来就是抱着报复的心情对这个小孙子，他对贝诺非常的严格，而且经常会打他，甚至于他常常骂他3个字：小杂种。因为他妈妈不是贵族，在当时候呢，贵族是很重要的。在这个环境下的贝诺，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。他没有办法了解什么？爱呀！在他的世界只有什么？恨。所以他从小因为他阿公就打他他就怎样跑。3岁的时候跑不赢，4岁的时候跑不赢，几岁的时候都跑得赢了？7、8岁的时候他跑赢。他一辈子就是在跑，而且他锻炼了一身什么？好体力。所以只要他看谁不高兴，他就怎样？打他，所以他一路上怎样打架出名所以他到了国小打人，所以他一直在学校里面非常的叛逆，人家根本没办法接受他。到了国中，甚至到中学的时候，他一路上就这样打遍天下。他的爸爸实在是没办法，有一次没有一间学校都退学。你有经过被退学的吗？他是没有，谢谢。贝诺比你们被退学是更多次，有一次最后一次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慈善家，他所开的学校私立学校，他就说好吧，我接受你这个孩子，就才去没几天，这个校长又打电话给他爸爸说，某某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你来学校一趟。在国外，你被请到校长室就是怎样麻烦大了，就是要怎样被退学。贝诺这一天，他知道他爸爸来了，所以他就偷偷跑到哪里？校长室的门口，那个门缝还有留一点点。他在那个门缝当中搜寻了一下那里面，他看到什么情景？
他看到他爸爸跪在地上，不是求校长，他求谁？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恨不得这个儿子早一点死掉。”自己的爸爸求上帝，没法度啊，可不可以退货？我养这么大，可是一直在跟我传货，贝诺才青少年，轻轻的把门又关上。他掉下眼泪，问上帝：“我真的没救了吗？难道我真的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吗？”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过，在家庭中隐隐约约有浮现出这样的字：“你们真的爱我吗？如果你们真的爱我，我怎么会经历这些？特别这些是在家庭里面。越来越多人知道，越亲的人，家庭是会伤人。而圣经居然教导我们，要我们怎样孝敬父母。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这没有道理呀，但是圣经的道理就在这里。我们来看，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，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是因为父母对我们做了很多牺牲，所以我们理当要尊敬他、尊重他。有人可能会举手，传道不对，我的父母都没有为我牺牲，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贝诺一样，他的阿公是为了报复他，这是你真实的感受。但事实呢？这是事实吗？你真实感受到没有人爱你，但事实是这样吗？有一天等你长大的时候，你当父母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爸爸妈妈真的爱我，他们只是情非得已，他们也不愿意，他们内心有许多的纠葛，有许多的抱歉，有许多的愧疚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好不好？先相信传道，先相信圣经说的。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对父母觉得有一些怨言，或者是有一些过不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专心听一下上帝怎么样告诉我们，这是上帝所启示我们。我们就是父母，你先相信父母是为了牺牲，所以我们要来尊重他。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样子，我们天上的父母更是这样。你可能在地上没有父母，但是你天上父母确实是为了你牺牲，所以我们要来孝敬父母。父母他有丰盛的人生阅历，所以我们的孩子理应听他的教导。真的，小孩子太多，长大以后传到有很多的个案，等到到监狱去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最后悔的是怎样？为什么我的父母不管教我？为什么他们管不动我？我多么希望有人管得动我啊！所以，如果我们的父母是这么爱我们，我们要听他来教导。还有我们呢，就是要遵守第5节，是可以荣耀上帝的。因为怎样？我们看路加福音就知道，从耶稣的时代，他的父亲是谁？他的儿子是谁？儿子是谁？到最后他会说怎样？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我们就是荣耀上帝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赐的生命，我们的父母也是，我们在透过我们的父母生我们，所以我们孝敬父母，我们就是荣耀上帝。圣经这样讲，在哥罗西书3章跟20节说：“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”简单的讲，你再怎么不甘愿，再怎么样生理、心理都气父母，或者
是气某一个点，家庭伤害你了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神所喜悦的，你就听从父母，真的，你听从看看，你会发现你是一个蒙福的。好，我们呢，在孝敬父母，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孝敬父母是可以让我们得着什么好处的？那个好处就是怎样？就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，特别应许我们说怎样？我们呢，上帝知道顺服父母实在怎样，不简单呐。他知道你的心呐，他知道你顺服父母是不简单、不容易的，所以他特别给我们一个什么应许，给我们一个奖赏，就是这样说：你如果孝敬父母、顺从父母、敬重父母，你就要怎样得着那个怎样我给你的福气。让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，我们就实行起来，说，有动机哦。我们今天经文就会讲，我们孝敬父母，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。好，那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个应许当做一个机械式的保证啊。那所以那个有的人很短命的意思是他没有孝敬父母嘛，因为今天经文说怎样，孝敬父母可以让我们的怎样日子得以怎样长久。那么意思说不长久的，他就是不孝敬父母吗？不是，是怎么样让你的日子得以长久？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丰盛。它不是我们字面上的看的是怎样，你可以活比别人多1岁、2岁、3岁，不是。它是什么？是指全然的赐福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孝敬父母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丰盛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？我说传道，那你跟我讲啊。那孝敬在敬重、尊敬，在圣经上有什么意思呢？有这些意思，就是有尊荣，你要照顾，你要这样敬重，更重要是这样，你要顺从。所以我们就要来看，如果这4样都要做到，我们简单来讲，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这样互相的尊重。尊重在原文的意思很有趣，它叫怎样？回头看。回头看，所以我们要敬重父母，我们就是要多一点这样回头看，常常去问说，爸爸妈妈我怎么来的？我们要常常看看怎样，爸爸妈妈你过去的故事是什么？当你再回头去看你爸爸妈妈过去的故事，这个家庭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会更了解，你会更能够尊重你的父母，因为你会发现他比你还辛苦。今天你会领受到从他来的伤害，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受伤，他们也受伤，好不好？我们敬重父母，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根源，我们也听听看他们的故事，我们再一次怎样来看出我的父母他到底怎么想。所以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，在说你们做儿女的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能够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神说你这样做，我就要给你祝福。圣经里面，刚刚我为什么说在圣经里面绝对不是像我们华人说八股的父母讲的，你儿子听这样而已，不是。圣经里面还有怎样回归来说。我们这里如果当父亲的，有一天我们当父亲母亲的，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，我们更积极的，什么叫做敬重？如果你的父母亲常常惹你生气，你又想听从他，又顺服他，我们好不好帮助他？他会生气，惹你生气是因为他的生命境况，刚刚传道有讲，过去累积了很多，他世世代代的。他也受伤，所以他在对你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很多的苦毒。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传道真的要说，你要带领他到天父那边，让他的心可以得着医治。因为你的父母如果不得着医治，他所吐出来就会是什么？受伤的语气，他所吐出来的。所看的，因为人的眼睛
心里的眼睛是破的，你对待看到每件事情都破的，看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祝福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？我们要更多的从神的眼光看，我们跟我们父母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会犯罪，我们的父母也会犯罪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啊，我们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只有停留在那个伤口，我们更多是要来原谅他。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故事，贝诺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当他在门口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，他心里痛到极点，他甚至于想要结束生命。你们都希望我早点死，就如你们愿吧。但没想到，就在他呐喊当中的时候，天上的父母听见，安排了一个他的希腊文的老师。他那一天校长说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跟他爸爸讲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所以他希腊文的老师看到他，贝诺，你喜欢一天到晚打架吗？来，你打赢我，你就可以不用上课；打输我，你乖乖给我坐在这里。哎，希腊文的，希腊文好难读啊，传到每次读到灰体啊。希腊文就希伯来了，什么叫希伯来？学不来了，希伯来了，学不来了，你就知道有多难了哈。希腊那个好，我拼了这口气，跟老师打架，没有3下2下，趴在地上，老师脚踩了，你服不服气？没有办法讲话，好起来，好好坐在这里给我听话。你想打架找我。所以贝诺老师后来怎样？这个老师说：“我看你呀、很是一块什么料子，很是一块什么料子，不是打架的料子啊，不是打架的料子啊，什么料子？老师。他说我看你好像很适合当老师但是他很喜欢打架啊，因为他满身的什么受伤啊。他看到人家怎样，因为他的心里是受伤的，所以他只要看到小强在那边笑，牙齿都白白，他就说：“你笑什么笑？”一拳就过去。所以他这希腊文老师说：“你力气太多，对不对？你每天下课来找我打架，因为他老师很会剑术，所以他把他力气都消耗光了。他后来发现这样，哇，他很厉害。所以等到有一天，贝诺后来怎样？真正的被这个老师帮助，所以他成为一个什么铁拳老师。他这一步以后他当老师以后也是，你不乖对不对？来跟我打架，打输了就坐好，真好。所以这个贝诺后来读书很厉害，可是他爸爸本来生意很好，他阿公，但是因为那时候经济整个英国不景气。他没有办法读书，可是他的老师像是天上的父一样，因为他的老师是一个基督徒，把他收养到家里，供他吃住，让他完成了一个学位。后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，应该问嘉平认不认识这个贝诺老师？他发现了一个数学的原理，他成为了很年轻的教授。贝诺老师成为年轻的教授，他立志也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他也要成为那个没有父的，只要在地上没有父的，他愿意好好来教导他们。所以他后来也在他的班级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家没有钱，可是他很聪明，可是他很安静，很自卑，因为他也是很辛苦的童年。如果你去看他的童年，他也是家里没有钱。好，他说贝诺老师成为这个老师以后，他说：“来，你没有钱，来我家，我来支付你的钱。”你知道这位后来变成谁吗？变成去散步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掉下来，因此他发现了地心引力。那个人是谁？牛顿。打架的老师，没有人爱的，趴在地上的，成
成为谁的老师？牛顿的老师。牛顿后来也用这个办法再去影响别人，所以那不是打人了哈，牛顿就没那么强了哈。好，所以我想，我们不是只有看伤口，好，我们不是只有看可能从家里来的伤口，我们更需要的是来原谅他。你说传道不可能，当然不可能，你没有主耶稣，你当然不可能。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敬重我们过去的根源。刚刚传道已经讲，你要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，不然你不敬重他，你等于你也是不敬重你自己。你轻视了他，轻视你的父母，你其实就是在轻视你自己。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的根源，不把父母当作是理所当然的，他本来就是该给我1万块的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神是真的爱你，神透过你的父亲来爱你，所以我们好不好来想，我们怎么样来敬重父母？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怎么样来敬重我的父母？他实在是不值得。传道要说，神要你来看，看看你的父母，你要注意他们的想法。你想一想，你有曾经关注过你父母他们的想法吗？你有没有注意过他的家庭也伤害他？你有没有注意过去关心他，能够吸引你的父母那个事物跟他们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？或许在他们的生活的准则就是怎样，有钱最好，没钱其他都不用说，这不能怪他，他的父母也这样教他，或者是在他的心念中就是什么，只有男生是好，女生都不好，你不能怪他曾经伤害你，因为这是他的父母，他根源教他，他也因为这样受伤。我们会发现，母亲对女儿其实常常都把他的那个伤世世代代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至少我们尝试着去了解我们的父母，好吗？当你去了解你的父母，去想他的想法，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，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的行为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，或者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过日子，你怎么样都想不清楚，每天都是一样的。传到现在就是这样，我爸爸妈妈这一年365天，从去年8月4号来跟我住到今天，今天8月几号？今天好像也是8月4号，3号。去年8月4号我就认他来，到今天8月4号。今天8月3号，明天8月4号。我跟你讲，午餐晚餐都吃一模一样。我儿子来跟阿嬷住的时候，没到吃饭就说阿嬷，我有事要出去，因为他不忍心跟阿嬷讲说我不想吃，因为每天都吃一样。有没有想他们为什么这样过日子？我们多一点了解好吗？我们看到不是我们父母的缺点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什么缺乏，你就知道，你更多能够敬重他们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想法，好不好？我们多一点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父母，你就会更多的理解说，我的父母已经不容易。好，这第二点，我们供养父母。这是预告你们啦，如果你们还没有长大，还没有能力的，好，这边有很多有能力的，确实神的教导我们孝敬重父母，我们就是要供养他们。你们现在先听着，以后预备着，不是现在你就叫你去打工就不要读书，不是，这是大人的，这是要给有能力大人已经有工作的人。那我们年轻人可以做什么来孝敬父母呢？好，年轻人注意看哈，好，第一个来读，来，请。管理好自己，自动自发读书。感觉就是没什么力，没有办法启动。再一次来，请。管理好自己，自动自发读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年轻人，我们没有办法供养父母，但是我们能够好好来管理自己，自动自发读书。第二，不让自己有不良的习惯。是我们不让自己有不良的习惯，因为习惯怎样？
真的是很伤人啊哈，也伤钱，也伤任何的事情，更伤我们的品格。好，来3，让自己思想成熟，学习独立应对挑战。好，让我们自己能够成熟起来，迈向成熟。4，来，在属灵上追求认识赐你生命的主。刚刚我们才讲主是丰丰富富啊，连那个被末啊没有人爱的神都可以怎样为他预备。希腊的老师教他这个剑的老师，教他那个 boxing 的老师，还可以教他数学的老师，练就一身功，最后还安排他来养他。所以神真的，我们天上的父，纵使你地上的父真的没有办法，他有各种的苦情，没有办法继续养你，或没有办法继续支持你，或没有办法自己爱你，因为他自己都受伤了，他自己因为他没有神。那我们好不好来与这一位我们天上的父来连接？神要供给你各样的丰盛，我们只要在属灵上追求，我们更多认识这个赐我们生命的主。好，来第5，在男女关系上自爱。要念3次，第2次，在男女关系上自爱。第3次，在男女关系上自爱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来参加8月底的好样哈。要教我们怎么样好好谈恋爱，怎么样好好分手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是让我们迈向成熟，好好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男女，所以才叫做好样啊！来第6，来请彼此沟通，了解彼此的需要。刚刚传道有讲，你的父母我们应该尽心尽力跟他们沟通，可能然后没有办法通，但是我们可以求神。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了解我们彼此之间的需要，我们更多的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孝敬父母的结果就会怎样？因为敬重父母，我们可以维持一定的次序，这是神的次序。好，那我们在家里用一定的规矩跟权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社会也一样，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界限，这个是来保护我们的。我们要从界限当中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，才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是有意义一定的次序该怎么样做，这是保护也是祝福。敬重父母是一个让我们呢那个结果是让我们有坚强的品格。好，那家庭对品格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试炼，就是说你在家是什么样子，好，其实就是你最好的。你在任何地方，你就会是成为什么样子，一点都假不了的。所以家庭敬重父母是可以培养我们的品格，是让我们的品格是得以被建立起来，是合神心意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是重要的，我们蒙上帝的祝福。上帝说：“你试试看，这个是应许，你要敬重父母，神就要赐给你全备丰盛的赐福。”我想，神的话一句话都不会落空。我们再一次把在这个经文在今天的经句里面，我们好好把它放在我们自己家的桌前，365天，我们都好好来注意这件事情。我们是因为神的爱，是因为神的爱，不是因为父母。可能你的父母不爱你，但是因为神派遣人来爱你。你有没有刚刚注意看到刚才那个图片？有一个其实不是父母的爱，那个叫谁？什么陶姐啊，陶姐是他的父母吗？但是他怎样敬重他，他还怎样供养他。上帝透过身边重要的他人，就像我们当中有张金义传道，他也兴起他成为一些青少年的父亲。在你身边，神会兴起重要的他人，成为他祝福的管道，成为怎样跟上帝的代言人，来代表神来爱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敬重父母，就是我们的出生的根源。我们如果不敬重我们的父母，等于我们的根怎样斩断了啦？你看一下那树，如果根被斩断会怎样？飘啊，然后再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敬重父母，不尊重父母，其实就是不是尊重自己。我们如果想看是成为一个能够有智慧，我们就要参与在我们父母的智慧跟经验中，使我们能够持续从他们的精神中获得那个力量。真的，你试试看这个父亲节，问问看你爸爸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
从他那边我们可以来得着那个智慧跟经验。你可以问问看他，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走过来的？我相信你绝对可以从他那边得着智慧，跟得着那个美好的跟神会遇的经验，或者是他会告诉你，你们中间会有个美好亲密的经验，使你们在这当中再次经历神给你们的祝福。所以常常在想，我们真的要宽恕，因为神已经宽恕我们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，如果我们在家庭中，我们曾经有过那种伤害，我们要从正面来看，从他们也是都是受伤的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，我们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。我们才能够饶恕我们父母，我们才能够从神从父母那边有正面的传承。我们如果不饶恕父母，很抱歉，你所传承的都是他负面的。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一个人没有那个全好全坏的，但是你不饶恕他，抱歉，你所传承的就是不是正面。如果你说我愿意放下，我愿意饶恕，那么你就会传承。纵使他现在已经不在世，或者是纵使他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，你还是当你饶恕他的时候，你愿意饶恕，你就可以传承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你就可以传承从父母来正面的这个传承，而且要祝福给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传道要邀请你，如果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家庭中，曾经像贝诺一样感受不到爱，甚至回家，或者是不得回家，想到那受伤来的时刻，真实感受被抛弃，主耶稣要说，孩子，你的感受是真实，你真实感受到不被爱，但是神要跟你说，孩子，你感到痛苦的时刻，我就与你同在。你在跟父母激烈争执、委屈、被错误对待的时候，耶稣也在那里，跟你一起掉眼泪，跟你一起愤怒。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黑暗中一直牵着我们不是孤单的。他一直陪伴我们，他一直说，孩子，我与你同在，你看我吧，孩子，你感受我吧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敬重你的父母，这个时候，
传道要邀请你，在主的面前放下，在主的面前放下这一切，被主好好爱，好吗？主耶稣要好好来爱你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地上的父亲不完全，天上的父亲要来爱我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主，你已经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愿意说，主，我到你面前，主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被你爱。主，你的爱来充满我。主，你的爱温暖我。我破碎的心，我硬邦邦的心，主啊，主，我愿意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相信你能医治我，你能使我跟家人、跟自己复合。主啊，因为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代赎买赎，为我付出一切代价，为了让我能够重新得力，有一颗新的心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如今我回到我的家，回到跟我父母见面的地方，或者是我想到我父母的时候，主，我已经是不再过去旧的我，不再是受伤的我。因为主，当我相信你，我将我所有的苦楚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圣灵，你已经医治我。谢谢主耶稣，我重新成为新的人。主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的心的里面，我的内心里面，不再允许不是主耶稣来进驻。主，我的内心有邀请主耶稣内住在我里面。主，你来掌王权居首位。主啊，我的心属于你。谢谢主，我今天从这里回去就是新造的人。感谢主，我有新的能力来爱我的父母，来敬重他们，从神灵的眼光来看我的父母，我就要蒙福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好爱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小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